後來真濟民眾到澎湖佚佗，攏會去看這個玄武岩壯麗美景，也毋過有遊客為着要翕相違規了，因為這個玄武岩會經過當年的風化，有崩車危險，所以主管單位有採告示牌禁止爬起來，嘛離這個石條的下骹種有刺的仙人掌，但是也是有人無咧驚，直接打開去輪入來翕相。批管處講，相關的當罰款100萬，呼籲大家愛遵守規定。真無簡單，才通過這個仙人掌區，行到玄武岩骹，望到石壁到處一游。那個不要靠近，不要靠近那個石頭，那下來落石。兩個囡仔嘛真歡喜要翕相，邊個導遊甲遊客發現了，甲因講這有危險，岩壁的小殼因才願意甲玄武岩分開。這是澎湖出名的大果葉玄武岩石條景區，雄偉壯麗，是真濟遊客一定去打卡的景點。也毋過玄武岩經過久年的風化，不時小殼，澎管處為了避免大家挖進和石頭卡到，放一個禁止爬起的告示，更加佇玄武岩的石條骹種仙人掌。也毋過有緣難得遊客想要翕相的決心。昨下報道，民眾看到不少遊客唔插這個告示，硬要挖進。那下面呢，我看到了很多的石頭，應該是這個風化石，碰到了一些強風或者是大雨的時候，會隨時都會崩落。那真的不要靠近，免得造成的危險。針對遊客攀爬的行為，依發展觀光條例第64條第2項，處新台幣5000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款。其實澎管處佇玄武岩的附近有設置的步道甲翕相的所在，互遊客會當真安全去翕相留念。澎管處強調講，澎湖有真濟自然的景觀，雖然講真水，也毋過有一定的風險，干會當遠遠看，唔當傷挖近。希望遊客唔通摕家己的性命滾生笑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